这不了个不了嘛，都吃么能吃个蛋？哎，那买是买好，别看他个嘛，然后试试到，都是不的，个不的，没头有的热天，还说俺没着，啊，你几米去活啥？十别的，等下就，没过来的男子同他上不去，给子可就，这给子哟，这孙就可就个，这我就可就，这家可就。俺吃孙就可，我就可，俺吃孙就我就可就那老的，俺吃鸡可就那老的，东茶鸡可就那，俺吃孙的，俺那那个人没事，俺我们是叔个得看没得，叔个早从孙木的，叔个吃孙孙木的得看没得那个，西毛看那个点哈么过来，我来之前给你那个给钱的写的嘛，俺没写上个写，给这写呢，写就没人的蛮生嘛，给这工资是值的个呀，啊，俺那给这你是瞧谁呢？啊，那点点人呀，这出个点那个越来越黑了。那大不了那我陪门得去的越来越黑了。吃了天狗的拍了天狗去了。吃西不一，吃干不一了，吃家中苦就了，大车有了，小车有了是。大车就那俺就小车就那俺就的，吃家中苦那俺苦就的。给钱那蒙不黑的个单上吧。点在啊家里面站，不点的在快马上封好了啊家里面点在扣个了，这是，俺拍通比给下的便宜比给下的那些香嘛，给下这头去平嘛嘛，开起个上那个肯定没开起个价格没就着呢，价格没去，价格那个没那个比我多几送的是，比我多几这个那个是，我过来姐就是谁呀？点在家里面，我那姐去。到过的恐怕那个姐个例子，俺能对的要是。我还得了些个，我给你同事是蛮难的，你同事那样，我给这些现在一直光着一直，俺那几点去嘛？你同事他给买给俺吃这了其实就没。啊呀，没得那么是啥子，没光那么是对中嘛？你同事都要当的人民不好那好过噻。俺那这些货，然后同货是本的，一买的真很的呢，没错吃个东西给不着的带你了。没个来的你这货，吃鸡这货，吃你这货，吃松这货，啊，挖的几个三袋鸡，吃炸菜热鸡，不能吞的哟。啊，那么是俺人个肉腿嘛，这别看吞不吞，俺葱椒鸡，俺葱椒，俺在葱椒吃好，俺在光那个吃好这么能全当到外面的，那大不了这头带了，俺得看吃个的嘛，不我菜嘛那的不菜拍的那的，俺来了你买的。俺叫我的买的，我来这知道，像某有是不认识，下家个出的给不胖子的，就是那胖子是不认识，像你吃鸡子吃这，吃你子吃这个，给这些的吃鸡吃你穷有的就热个的你的，热干么给自己的，就看热送看了有别看团着，别看家嘛过给自己的，马看给自己的。别看没那个等到吃那节给自己过的，你的给条哪看那么看不问去了，三个也没问去了，老穷就还蛮马公的吃东西嘛折腾嘛，该是该没折腾，没吃那么给不了嘛，没忙不折腾啊，明白也应该过那个看着的，我们当场折腾吃折腾。俺这是，可是肯定俺们工作人这怎么的嘞？吃起这可别还多怎么的？天天吃了不这，胖天天的嘞，就怎么吃鸡蛋怎么的？吃起，给这些都是带来的。蛮好，是不个本地人呢？你就开始。